公园毋但是休闲的场所，嘛有净化环境的功能。伫嘉义的北向湖公园，除了是这市内第二大公园，嘛是户外的生态地。即马民间团体为着要推动公园的生态化的概念，是举办活动，互民众做伙来熟悉公园。台通台湾话其实很等啊哈，以前的警察叫什么？北头空啊。研究鸟类生态老师分享都市内底常常看会到的鸟啊，还有研究食物尾业的学者，配合枫叶保护协会伫嘉义市北向湖公园，说明公园生态化的好处。公园如果具备有一定的生态化的程度，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让人跟不同的生物大概有更多接触的管道。这个所在调查2年吼，差不多有57种的尾叶啦。都会区来讲，已经算袂歹啊。有水，啊，佮生囡仔，啊，佮会使有食的所在，这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公园生态化从基本的物件。啊，你也安尼坐，鸟啊，主人就来。枫叶保护协会表示，公园生态化透过多元的土地，会当包容更较侪物种，伫都市内底公园就会当加做是一个搁一个生态丰富的岛屿。去发展公园生态化的话，那其实岛跟岛之间会形成我们的廊道，那廊道跟廊道就是会形成一个网，那就可以让我们人类的生活品质更好。它生态化可以做得更好的话，可以带小朋友，他们也很喜欢看一些植物啊、动物啊，可以带他们这边一起看，就不用走那么远，家里附近就有一个很棒的公园，这样子。北向湖公园是嘉义市第2大公园，也是台湾独有的户外无情的土地。枫叶保护协会希望透过公园生态化，找倒来更较侪物种，嘛，互人甲自然生态拢有和谐生存的环境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